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 Blue Channel。承接之前嘅希爾頓寬朋酒店，我哋喺酒店攞咗房之後，就準備去食一個 early dinner 啦。我哋嚟到酒店附近嘅海雅繽紛城，見到水牌啦。我哋嘅目的地係喺4樓嘅。經過 Dr. Kong 同埋海馬體照相館就到啦。我哋就揀咗以燒雞菜為招牌嘅德式粵菜。由於仲未到晚飯時間，唔使等位就可以入座啦。呢度嘅米飯就5蚊一位。嚟到點菜時間啦，我哋就試一試呢度嘅招牌菜——傳承古法燒雞魚同埋七彩撈起手撕雞。咁啱有個4至5人餐，有埋以上嘅招牌菜。正當等食嘅時間，我哋睇睇餐廳嘅環境啊。有菜送到嚟啦，第一道上嘅菜係順德菊花拆魚羹。呢個羹結就夠結啦，但係魚肉就唔多，可能啲魚拆到好細啦。第二道上嘅菜係燒雞山野菜糍粑。呢個糍粑都炸得幾香脆煙韌。小朋友都忍唔住用手攞嚟食。嚟到其中一道招牌菜啦，七彩撈起手撕雞，真係有7種配菜㗎噃，咁就可以撈到7彩啦。店員正係為我哋主持呢個撈起嘅儀式。呢個手撕雞加入咗菊花片同埋7種配菜之後，口感都幾清新㗎，絕冇油膩嘅感覺。嚟到懷舊咕嚕肉，啱啱炸起嘅咕嚕肉配以適度嘅炸漿，香脆鬆化。餐廳嘅懷舊方式係加入咗細番茄，減低咗咕嚕肉嘅油膩感。嚟到五花肉啫豆角，呢個五花肉啫豆角，無論係五花肉或者豆角都用料十足，而且仲幾香口添。嚟到第二道招牌菜啦，傳承古法燒雞魚。呢一道招牌菜嘅1魚3食，其實係3種唔同嘅做法，分別係寡椒味、原味同埋紅燒味。喺魚腩肉嘅下邊仲鋪咗一層粉絲添，完全吸收晒魚嘅鮮味。唯一要挑剔嘅就係多油啦。嚟到撚手小炒肉，呢一道菜份量十足，係用上咗偏瘦嘅腩肉片同埋尖椒，炒得野味香口。不過就係嫌佢太辣啦，我哋只係食咗一半咋。食到最後，我哋再點一個避風塘椒鹽焗豬手。呢個焗豬手味道就偏淡啦，冇港式避風塘咁多料，但係就要15蚊人民幣一件，大家都話貴喎。今餐埋單，每人大約70蚊人民幣，都算抵食嘅。今集嘅北遊吃什麼就嚟到呢度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